黑头车缓缓驶入，眼前慧眼看天下主持人正在等待的是同样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学长赖清德先生。这一场1年1度台湾最不一样的盛会，今年因为副元首的参加而变得意义更加非凡。也感谢哈佛大学王会长跟黄宝惠理事的安排，让我有机会参与今天晚上的盛会。特别是在圣诞佳节浓浓的气氛之前。 参与今天的盛会更觉得有意义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今天晚上的聚会我非常感谢。2020年其实对大家都是很辛苦的一年，那我祝福大家圣诞佳节快乐，明年新的一年大家都赢大运，身体健康，事业如意，家里美满幸福。谢谢大家。这场被视为全台湾最聪明头脑的常春藤联盟校友联谊会。 每年都汇集不少知名校友参与聚会。今年虽然适逢疫情，但由于台湾控制得当，使得1年1度难得的聚会还是如期举行。今年首度有现任副元首参与莅临，让与会的各校校友们都感到非常惊喜，也让这些校友们重温了学生时代的青涩回忆。这场宴会还有一个特别要求，就是嘉宾都必须穿着礼服，而男士的正式西装搭配的不是领带，而是领结。 这种无尾礼服最早是在英国出现，而且在维多利亚时代就已经延续到现在。Black tie 是非常适合出席正式晚宴或观赏正式演出时的穿着，比如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男明星们也会选择这样的穿搭。现代商务人士如果能接到这样要求的邀请，就表示这场宴会一定格外隆重有意义。记者林香玲、陈介瑜综合报道。 好的，今天的英文关键字单元带您来看到的是 bow tie 蝴蝶领结这个字。Vice President Lai wore a black bow tie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to fit the dress code of the Ivy Ball 2020。赖清德副总统在12月19号应邀出席了常春藤校友会 Ivy League Ball 举办的盟校晚会。那么在这场晚会上，赖副总统是第一次打了蝴蝶领结的体验，献给了 Ivy League。 并且呢，是跟其他的校友共享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夜晚。台湾这个常春藤联盟校友会，主要是由美国东部有8所大学的名校校友们所组成的。那么其中包括了康奈尔、布朗。 宾州、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普林斯顿以及达特茅斯等等，这是国际顶尖的大学。那么在这一次，美国的新任总统拜登他所开出的内阁成员名单，大部分全部几乎都是从常春藤盟校毕业的，像是国务卿的人选布林肯。 毕业于哈佛大学，国安顾问苏利文跟气候特使凯瑞都是毕业自耶鲁大学，而赖副总统跟我都是毕业于美国的哈佛大学。至于19号晚上，赖副总统他所系上的这个领结包带，则是由我亲自挑选送给赖副总统的。但是为什么要送蝴蝶领结呢？ 这是因为在西方的传统当中，这样的那么正式的场合当中，在邀请函上通常会写着一个叫做 dress code， 就是服装要求。像是正式的隆重的场合，要穿着正式的燕尾服，佩戴 white tie 白色领结，而 black tie 黑色的领结则是经常出现在像是正式的颁奖典礼或者是晚宴当中，搭配西装所使用。 那么在这一次常春藤校友会上所发出的邀请函上，就注明请男宾客可以穿上正式礼服，佩戴 black tie， 以彰显这个是为正式又特别的场合。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英文关键字，接下来带你一起来进入透视两岸单元。